咁多人，可唔可以再多啲？大家對於補習天王賺大錢嘅九展模擬考試、會展模擬考試有咩睇法呢？咁多人去考份 mock，但係補習天王根本就冇 qualified 嘅 marker 去改佢哋啲卷，所以佢哋個 grade 根本就係唔準確、唔 reliable，所以考嚟都冇乜用。話係團購幾十個人先揀得嗰百幾蚊，咪又嗰啲僆仔貪小便宜。你話益佢哋嘅，其實咪又係你哋補習天王賺最多，卷唔準有屁用咩？補習天王日日話貼中 mock卷，又唔貼出嚟百幾個五星星，有咩用啫？就話響會展9展考 mock，其實咪俾你賺錢去旅行去坐商務。2000幾萬人考個 mock，改得次先算啦。上呢批學生挑通眼眉，當中有2026、2027、5星星，甚至乎滿分全港第一成績嘅學生，佢哋所講嘅嘢同 IG Flash 有人爆出嚟關於補習天王呃錢嘅內容不謀而合。我作為全港最高5星星率，我嘅模擬考試每年貼中題目，我交出乜嘢叫做模擬考試嘅典範，大家參考一下。睇睇我哋嘅模擬考試5星星中生上啦，呢4位報考我哋模擬考試嘅同學放榜之後發現到，佢哋4個都攞到5星星嘅成績，3個報讀港大醫科，1個報讀港大心理學，當中有作文42分滿分全港第一，41分全港第二，同埋作文40分全港第3嘅成績。4個男拔攞到總分5星星，後邊仲有2個5星星，一個讀咗港大教育，另外一個讀咗中大 IBBA。呢個 Paul Boys 嘅男仔作文41分，係全港第2嘅作文成績。呢6位5星星狀元嘅右手邊出現咗一個超級狀元 Straight 5星星嘅學生 Milton， 嚟自匯基東九龍，佢讀咗中大嘅環球商業。同一個考場嘅左上角有第2個 Straight 5星星嘅超級狀元，佢係嚟自聖心嘅思辰同學，佢唔單止 Straight 5星星，佢 Speaking 攞到56分，全港第一嘅成績。會場中間位置有 Martin 嚟自黃笏南，都係攞到5星星嘅成績，入咗去中大法律。你會話唔係，可能本身啲學生勁呢，唔關個補習老師事，唔關個 mock exam 事嘅。你睇下啲真績 ，Matthew 同學背咗彭定康，攞到滿分全港第一42分成績。Aaron 同學都係寫咗彭定康，攞到41分全港第2嘅成績。Arthur 同學都係寫咗彭定康，攞到40分全港第3名嘅成績。即係 DSE 頭3甲狀元都係靠背文攞到滿分最頂尖嘅成績，佢哋就係背呢一份 model essay 噶啦。你覺得我哋嘅模擬考試係咪全港最好呢？作為全港最有公信力嘅模擬考試 ，DSE 最近呢幾年各分卷嘅滿分全港第一成績都係由我哋嚟壟斷嘅。到考場一齊寫同一樣嘅嘢，一齊攞到滿分嘅全港第一成績。喺 YouTube 我有40幾條影片係關於我 DSE 模擬考試每年點樣喺各分卷貼中題目同埋答案，最尾學生攞到滿分全港第一嘅成績，大家可以隨便參考。